咁都唔係理想嘅，因為簡柏橋，其實3位香港代表都係有60米以上嘅實力。咁現場呢又有頒獎進行，咁應該係今朝早啦，個3000米啊。咁啊，頒獎嘉賓呢，就係我哋香港嘅裁判導師啊，陳文孝先生啦。好啦，亞軍呢就韓國運動員啊，今朝個3000米呢都係鬥到去最後嗰圈嘅。5000米啊，跟住翻應該係。咁啊，印度選手呢，結果穆拉坎就贏咗金牌。咁啊，韓國嘅金孝珠係第2。咁啊，烏茲別克嘅運動員呢，盧斯拉洛娃呢就係繼喺3000障礙琴日攞銅牌之後，今日喺5000都係攞第3名。咁現場將會奏起印度嘅國歌。